来看家己水上有一对翁仔某驶车载囡仔出门，因落车买物件，煞互4岁囡仔家己留咧车顶，无张持向发生火烧车。加在一个囡仔是有赶紧互救出来，目前还搁伫咧家护病房抢救。社会局表示，爸母放106岁囡仔家己留咧车顶，会依法来甲因裁罚。 停伫卖场停车场的车是先请白烟，搁请黑烟，民众冲入去卖场摕消防管。这对翁仔某嘛，较紧走过去车遐，因为因4岁囝是一个人伫咧车内面，两个人找无囝，因为热心的民众发现查某囡仔对后车厢爬出来，紧甲抱离开。女性26岁及男童4岁，皆为身体部分受伤，意识清楚。民众讲，这台车是停无10分就开始请烟，拍火时阵才发现查某囡仔家己一个红豆伫咧车顶。 啊！伊传个囡仔摸，囡仔用爬啊到后背啊，啊，摸个哦，滚滚。他有一个妈妈在旁边，在那个这个很难过这边哭喊，那我才知道说啊，糟糕，怎么里面居然会有小朋友在车里面。查某囡仔送病院了后，伊呼吸、心跳拢无问题，但是面头、皮手拢有2度的烧烫伤，嘛互烟砸到，需要伫家护病房插管。如果说有确定是毒瘤的话，可能会涉及到裁处的问题。 官府表示讲，囡仔含少年福利含权益保障法规定讲，6岁以下囡仔袂当家己一个人，违反规定会当罚3000到15000。爸母嘛要接受亲职教育的辅导。消防局表示讲，初步火调并无外力，确实导火原因都要搁厘清，嘛提醒民众爱定期检修车，避免造成事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